这出可以啊啊，狒狒都给吸引了。苏总，这么用功啊？介不介意请？坐吧，我已经吃完了。都没动过，我饱了。这种身材不用减肥吧？啊？我觉得我们这两个部门呢，需要多交流交流。毕竟你才刚来，很多东西不熟悉。费总，市场部在你的带领下一直遥遥领先，我不赶快多做点功课怎么行呢？也是。慢慢用。来了，让郑楚进来一下。进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辞职信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理由不够充分，我不能批。我认为理由很充分，而且非常合理。是吗？自我发展和职位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这叫什么理由啊？我一猜你是这么想的，正好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公司没有规定员工不可以用这个理由辞职吧？公司是没有规定，但是我们部门呢，我重新定了。您就当做做善事好吗？旅游体验师在公司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职位，你放我一马，让我去寻找更有价值的生活，不好吗？既然你早就想好要走了，那干嘛还要去三亚？就是为了公费带小女朋友出去旅游啊？我做事情不喜欢半途而废，三亚的工作是我之前就定下来的，我就算要走，也要走得干干净净。那简单，三亚的报告不合格，重新改，改到我满意为止。为什么？评估不够全面，重新写。好。小明，给个话吧。什么时候到公司上班？想要做什么职务啊？爸，你为什么要逼我？我对公司没有兴趣。这样吧，如果你怕没有经验，我派个老人带你。宋副总怎么样？从小看你长大的，可以吗？爸，我真的不行。唐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继续啊。你知道，我话从不说第二遍的。我们这个长治企业呢，规模越来越大，我的年龄也越来越大，总有退休的一天。而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啊，应该为这个家考虑一下吧。爸，你要找我，还不如找职业经理人啊。还是我，对不起，对不起，你们继续聊啊，不好意思。啊，果果，回房间去。我不嘛，我好歹也是唐家一份子，你们有什么重大的决策，我都有必要听一下的，对不对？看看，妹妹都有这种自觉，你是不是应该主动的为唐氏想一想啊？就是啊，哥，你多少听爸爸的话。果果，好，好，好，我闭嘴。果果啊，你整天看手机，是不是交男朋友啦？哼，这个丫头能交什么男朋友？也得有男生看上她吧。果果这次她在招惹郑楚，你说是不是？对，就是楚楚，我约他出去玩。郑楚不是有女朋友吗？啊，他们俩分手了。我们唐家可是有头有脸的，你在外面找异性朋友玩可以，
但是选择男朋友一定要谨慎啊。行了，妈，我回去睡觉了，你们继续聊啊，再见。哥，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是鬼啊？废话。哎，你是不是又缠着郑楚啊？听你手机噼里啪啦的，觉得你不对劲。跟你说，郑楚特别死心眼，他不喜欢谁，谁都勉强不了啊。他已经跟你说了，把你当妹妹，别太一根筋了，到时候你自己受伤。我坚信，只要我一直对他好，早晚都能感动他。果果，你真的很天真呢。哎，你对他好没错，但都不是他喜欢的方式。怎么？陈深山让他摘星星摘月亮，就是他喜欢的方式啊！我喜欢他，对他好，我开心。你怎么又扯出了陈珊珊了？我还没问你呢，你上次去他家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她到底哪得罪你了？对她那么偏见干嘛？她是一个虚荣自私的女人，伤害完郑楚又往你身上贴。果果，珊珊好歹也是你同学，你说话不要太损人啊，改改你这个大小姐脾气好吗？哥啊，你快出去吧，堂哥又开始念经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陈珊珊，只要有我在，你想都别想，离我哥远一点。师傅们，大清早的，能不能动静小点儿？哎，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不想。这你要找就找那房主，他非要今天就装好，我们也没办法。要不是看他多给钱，我们也懒得这么大清早起来。小姑，我要睡觉。我都快辞职了，还不放过呀？行，等着我，马上就来。一会儿他来了，你跟他说声。你要说。怎么回事啊？电话里边哭天喊地的。郑楚，啊，你想扶我们那份儿，临走了还连累一票人。到底什么意思啊？黑蜘蛛说你之前踩点的路线不合格，要扣我们奖金。哎，我说他对我不满意，凭什么扣你们奖金啊？说的是呢。楚哥，我觉得你也别往心里去。不是，楚哥，你别冲动，你冷静点，冷静点，楚哥，我们挺你，加油哈！进来敲门。苏总，你为什么要扣同事们的奖金？你来的正好，三亚的方案勉强算做得过去吧。
这些是给你的，公司的客户资料还有业务数据，给你2天时间，拿回去熟悉一下。苏总，你好像忘了，我已经正式提出了辞职申请，我现在没有任何义务责任去完成任何工作。我再问你一次，你为什么因为对我工作的否定而克扣同事们的奖金？第一，我没有否定你的工作，相反，我对于你的工作认真负责，还很欣赏。第二，之所以扣他们的奖金，是因为他们的线路方案做得一塌糊涂，这跟你没有关系。怎么，想为他们打抱不平吗？可以啊，没有问题，我给你一次机会，带着他们重新做西南的线路方案，如果我满意的话，就可以不扣他们的奖金。这话是你说的？当然，言出必行。如果你想保住他们的奖金，就做给我看。这是最后一次。苏总，麻烦签字。楚留香是正楚？对呀，您不知道吗？他是我们公司的大才子啊，微博粉丝好几10万呢。行了，我知道了，去忙吧。喂，昨天给你打电话你不回，今天终于给我回过来了。姐，你给我发微信说你回来，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你要早跟我说你回来了，我肯定去接你。我看你是怕我回来了，你没有时间胡作非为了吧？我告诉你啊，明天上午过来帮我搬家，不来的话，我就跟你断绝姐弟关系。行，哎，瑶瑶，哎，那个你检查一下那魔术箱子，看有没有问题。放心吧，老板。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下次能不能温柔点啊？你总那么凶神恶煞的，你说哪个男人敢要你？哎，姐，你还没跟我说是不是姐夫欺负你，你才跑回娘家来呢？别跟我提他，我告诉你，以后不可以跟他联系，他也不是你姐夫。你哎。还有什么要加的吗？嗯，那就这些，谢谢。约你吃个饭可真不容易啊！最近我们公司来了一个新的总监，快折腾死我了。听说你跟珊珊分手了？嗯。那你们俩就真的没可能了？我们俩呢是2个世界的人，他比我有追求，不过有一点我们很像，就是决定了的事情绝不反悔。可是都这么久的感情了，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不过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不能太偏执，太偏执了，只怕将来连普通朋友都做不了。我就是挺担心他的，他太任性了。以前有你照顾他，我跟我爸还挺放心的。现在他就一个人。嗯，他不是一个人。他有新男朋友了？也许是吧。不过你放心，他将来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会帮他的。他错过你真是太可惜了。我早就劝过他了，可是你也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我懂，这就叫有缘无分吧。哎呀，唐公子，我现在真的是忙得脚打后脑勺了，今天晚上没法陪你疯了。哎，你还要加班，会不会太狠了？我深刻领悟到什么叫最毒妇人心。哎，友情提醒啊，宁可得罪女鬼，也别得罪女上司。
对付女上司最好的办法是使劲夸她。说真心话。明天周末下午吃个饭吧。从我回国之后，你还没请我吃饭。这不会是唐果果的主意吧？行，我答应你了。挂了。看来今天晚上真的没觉睡了。怎么样啊？去不去啊？去啊！对不起啊。是不是属狗啊？咬那么深。能不能矜持一点啊？有点出息，女孩子上赶着多不好。我只知道爱情要创造机会，主动出击。像你这样，不得当一辈子单身狗啊？你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哎呀，唐僧又开始念经了。哎，大晚上去哪儿？我要去睡美容觉了，明天还得见楚楚呢。哎，姐，你到底还有多少存款呢？你这一回来就贷款买车买房呢，要不你好好考虑考虑，把我那份也支出来得了。存款呀，没了，留着也被你敲诈，不如买点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哎，你说你买这房子又贵又旧的，要不你好好考虑考虑买股票得了。我有哥们儿知道内部消息，特别赚钱。闭嘴。小姐您好。你好。这是我们最新上市的新款车型路虎发现神行，我们整车的一个设计外观非常符合女性客户的使用，而且性价比很高。这款车我很喜欢，有没有其他颜色？现在只有这个颜色有现车。哎，姐，这颜色不适合你，咱就别买了啊。就它了，可以贷款吗？可以啊，我们现在正好是做活动，要不您这边请，我帮您详细做介绍。贷什么款贷款的？没钱就别贷款，还是别买了啊。就是要把剩下的钱全花光，什么你惦记？多大了还考我呀？魔术馆分红什么时候给我？什么魔术馆？我不知道。想起来了，我那魔术馆的还没开始赚钱呢，分什么红啊？那就赶紧赚。行，赚，啊！别停。你是不是我亲姐啊？姐，免费人工用的还顺手吗？免费？你创业败了我多少钱你不知道啊？没让你卖身还债就不错了。哟，是能卖个好价钱，但你当亲姐的舍得卖吗？哎呀，行了吧你啊，卖了你也没人要，赶紧的，帮我收拾东西。不是，你说大上海高楼大厦那么多，你为什么偏偏选这儿啊？人多路窄房子旧啊，你就不打算装修一下啊？你懂什么呀？这儿既古典又洋气，这叫低调中的奢华。不信，你从窗户看出去，特别有旧上海的味道。有一种旧房子的味道。姐，你现在这么能喝呀？我不喝还不能看看？没看见吗？那儿有个酒柜，都给我摆上去。行，我刚才上楼的时候啊，看你这邻居什么小花盆、小盆栽啊，弄得都整整齐齐的。你再看你这儿，弄得跟上现场似的。我要你干嘛？你就是来处理现场的，知道吗？哎，你先别弄那个，把那个桌上的东西放门口去。都放门口啊？对。行，今天所有的时间呢，都留给你这个女王大人服务了啊！这玩意挺好的嘛，是这样。哎呀，这还可以啊，这可以转的，你看好转吗？都可以转的。再看看其他的。张阿姨。哎呦，哎，小珍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出差这么久啊？哦。你们刚才围在这儿干嘛呢？你看，你们家对面搬了个女的，在房间里折腾了半天，半个小时扔了一堆的东西。哎，这些东西这么好，丢了多可惜啊！反正她也不要了，哎，不如我们拿回去吧。哎，小珍，你会修电器了吧？会一点。
那太好了，你帮我把这些东西修一修，谢谢啦。我先看看。好的呀，你试试看。你辛苦了啊，小郑啊，这个也很好。你真是心灵手巧，工作又体面，以后谁家女孩找到你啊，不要太享福哦。是的，这么好的男孩子，真是。那这样吧，我试试帮你们修一修。要是对门问起来，你跟人打个招呼啊。好的，太好了，谢谢你。倒是蛮可惜的。好拿了。啊，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啊，谢谢。组长啊，你给收废品的打个电话。没那闲工夫。哎，我是刚才让你放在门口的东西呢，你放哪儿了？就放那儿了，你再找看看。找什么没有啊？奇怪了。哎，你好，您是宋王吗？你好。啊，您的快递签收一下。谢谢。哟，姐，你这小手挺快啊，刚搬过来就把东西给买了。你管我？这东西不便宜吧？哎，低调的问你一句，还有存款吗？没了，最后一点都在这里。当我什么都没问了。哎，今天楚楚来了啊，这个我请。哎，有我在，不用你请客。别愁眉苦脸的了，来，乐一个，乐了给你打折。还不如不乐呢。哎，叔叔，别喝酒了，要不然给你点个饮料吧。来这儿不喝酒，那还来这儿干嘛？果果，你只关心他，当我这个哥是空气啊，真没良心。我也是他哥，你别挑理了。我说了多少次了，不是你没来。那是因为你没找到你最爱的人，等你找着了，你就怪搭理我了。哎，上次你跟我说这次回国你不打算走了，有想好去哪家医院工作吗？这几天才有消息，到时候来医院玩。医院是什么好地方？去那儿玩。郑楚，看你气色不太好。有吗？我可能只是工作有点累吧。啊，哎，郑楚，你知道修复恋爱的创伤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我知道，但我不会那么干的。我觉得我现在单身挺好的。叔叔啊，你不会还想那个陈珊珊了吧？我告诉你啊，我的字典里面只有现在跟未来，绝对没有过去。他现在就算来求我，我都不会原谅他。真的？真的。因为我现在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现在的工作当中去对付我那个女魔头上司。女魔头就是苏芒。啊，他是你新上司啊？耶！楚楚，那你千万不能在那儿啊！他那么变态。这样吧，楚楚，你去我爸公司吧。不，我跟你说，我就算辞职，那我也不能去你爸那儿。那新工作我已经在找了，我相信这几天就会有消息的。哦，郑楚，你不会真的因为那个女人辞职了吧？不是，我跟你说，我不管做任何决定，都是只因为我郑楚自己。我想换工作，跟女人没关系，好吗？这个想的女魔头总比女贱人好对付。不方便。我说我最近这眼皮子怎么老跳呢？啊，我发现啊，有些人就像传染病一样，走哪儿祸害到哪儿。要不，我们换一家店吧？酒还没喝完。就是啊，凭什么走啊？就在这儿。楚楚，有我呢，我保护你啊。我出去透透气。楚楚，中午吃饭了吗？要不要我陪你？你想吃什么？随便点点吧。你别走啊，你想吃什么？你看一下。楚楚。
哥，你看见了吗？陈珊珊把楚楚伤得这么深，回头还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多么冷血一女人！哎，你跟珊珊是同学，你不要有偏见，感情上勉强不了，不要随便下结论了。她也许有自己的苦衷啊。哥，正因为我跟她是同学，我太了解她什么样了。有什么苦衷啊？一肚子坏水。越说越不像话。我先去趟洗手间啊。好。你去哪儿？不要在这边胡闹，注意你的身份，你是艺人，你想上头条吗？哥，你放心好了，我不像有些人那么没有涵养，能动口绝不动手。有事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眼里只装得像男人是吧？唐果果，你戴着墨镜我都认不出你了。最近好吗？哎呀，这么多年老同学都认不出来，怪不得跟郑楚那么多年的感情，说丢就丢啊。陈珊珊，你真是一个见钱眼开、没有节操的女人。果果，我知道你这么生气是因为你喜欢盛楚，不过我跟他是和平分手，我不希望因为一个男人影响我们之间的同学友情，你说呢？陈珊珊，你少跟我装白莲花生，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唐果果，我不要的东西，你想要，拿去就好了，别再烦了，嗯。果果，唐果果，珊珊，哥，你别再骗了！我告诉你啊，擦亮双眼，千万别找这样的女人，别把我们唐家上下都给祸害了。陈珊珊，别以为你装可怜就能博得男人喜欢。果果，没事吧？刚才还说过去就让他过去，怎么看着他还那么不开心啊？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我哪能保证见着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哼，他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人家该吃吃，该喝喝，好得很。珊珊，唐明哥你也在啊？珊珊，对不起，果果脾气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不会真的怪他的。唐明哥，你也觉得我是坏人吗？怎么会啊？我们是朋友，我相信是你有苦衷。你还拿我当朋友？当然了，有任何事情的话，随时来找我。对了，你快去看看果果吧，我没事。好。怎么样？没事吧？我有点累了，我想先回去。我送你。我是想一个人静静。那我不说话不就完了吗？哎，你还是让果果送你吧，他留下会闹事的。不许说话。行了，你别跟着我了啊！回家了啊，拜拜。哎呦，唐果果，你怎么在这儿？我送我男朋友回家，管得着吗？送你男朋友？公开了？我不想被别人打扰我的私生活 ，OK？好 ，OK。
你男朋友也够怂的哈，不送你回家，让你给送回来。说谁怂的？不是，是窝囊。跟你废话。哎，等会儿，你看咱俩这么有缘，有空一起约个饭饭呗。本小姐不是那么好约，再见。哎，不约也行，我送你回家。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郑楚去那儿必须是经理的位置，我推荐人有什么简历呀？赶紧给他打电话，不许欺负他，别提我。还有，工资不能太低。好了，多出来的算我的，行了吧？嗯，就这样。你好，这几个我都要了。好的，给你卡，请稍等。哎，小姐，这码也太大了，给我换小一码呗。小姐，这已经是最小码了。哎，苏总难得今天不工作啊？费总好兴致，一个人肯定有。是啊。哇，买这么多婴儿用品啊！哦，买给我外甥的，一张7点。您好，今天是周二，本院可以享受情侣半价。不用，就1张就好。好的。哎，2张。好的。为什么要买2张？凑2张半价。这么多不合适。合适，不客气啊。卡，您的票和卡。谢谢。后面排队，走吧。黑蜘蛛和狒狒，他们俩怎么在一起啊？没想到费毅的口味这么独特。你要还吗？我有给你钱。有什么清心寡欲？你都不知道，自从黑蜘蛛来了以后啊，我受了不少苦。不过他也挺有能耐的啊，连狒狒都能被他搞定。这回可有好戏看了。电影还不错吧？那一起吃个饭。太晚了，明天还得上班呢，改天请你吃饭。哎，那我送你。不用，我有车，先走了，谢谢。看屁啊！苏总，郑楚，哎呀！不是你干嘛呀？我又不是有意的，我你鬼鬼祟祟跟着我干嘛？谁鬼鬼祟祟跟着你了？我住在这儿。你胡扯！我住这儿，我都住这儿住了5年了。你是那新搬来的？哎呀，怎么着？白天在公司折磨我，折磨的还不够，晚上回到家还想接着折磨我呀？谁折磨你了？遇到你没好事。彼此。哎，等等，干嘛？公司给你的薪水不低呀，怎么还兼职收破烂啊？我这叫自力更生。都赚钱养你那个小女朋友去了。我再提醒你一句，唐果果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妹妹。别走，这东西是我的，谁让你拿走的？
不是你不是不要了吗？谁说我不要了？不是那天是你自己撇到楼道里的，人家小郑聊天呢。没，谁跟他聊天？哎，我正找你呢。啊。什么？我搬新家了，正收拾着呢。你可别累着自己啊。对了，你把窗户全都打开，通通风。新装修的味道对胎儿可不好。哎呀，没事儿，我买的老房子也没有重新装修，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的干儿子的。好吧，你知道就好啦。对了，新官上任3把火，没有烧着你吧？我的能力你还不清楚吗？你千万别锋芒太露了。知道了，蔡总。看来你心情不错嘛，这样我就放心了。放心吧。好了，就这样了。真够倒霉的。喂，这么楚，你蹲这儿干嘛呢？你车胎瘪了。不是，之前的事我还没给你算账，你敢扎我车胎？不是你搞清楚状况再说话好不好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出来的时候车胎已经这样了。你看你这车停的啊，站了半拉门口，这影响别人进出，人这是警告你呢。我就算停的不好，他也不至于扎我车胎吧？你看你还嘴硬，真是。我怎么知道不是你干的？我再说一次啊，我是好心帮你看看。你有那么好心？你狗咬吕洞宾了。哎，等会儿。干嘛呀？那个我不会换胎。邵老师，干嘛？我帮你换胎啊。直接说呗。求人帮忙还那么横。行啊，能文能武嘛。哪像你啊，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就让你嘚瑟一回。要不要一起啊？用不着，我骑我的自行车啊，绿色快捷，还不容易堵车。这个点了，别迟到。放心，一定不会迟到的。今天我把报告交给你，我政府就彻底解放了。想得美。别迟到了哈！过去多好啊！你说路那么宽，你抢什么抢？我一个大回啊，你过去不就好了吗？很简单，你再慢一点，我们就过去了嘛。我也大回，你让我去不就好了吗？不行，我也拍照。话不能这样说，话
来，拍！你有没有保险？你有没有保险？你有没有保险？你现在有没有保险？你看，我先拍张照，车里真暖和啊！我拍张照。我看后边堵死啊！我看前面这架势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我拍张照，真的是啊！千万别迟到！哎呀，不生气。对不起，宝宝，妈妈不能生气。你让人家评评理，让人家，我跟你讲，是吧？这过去，这不你就让我们就过去了吗？对吧？我一个大鬼呀！喂，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不记得往你们那儿投过简历啊。哦，谢谢，那我可能是记错了。这样啊，我得先把现在这个公司的工作交接完，才能到你们那儿去。啊，好的，谢谢。好，再见。麻烦给签个字。苏总，麻烦您把字签了。你挡我视线了。你不签字，挡我前程了。跟你说话。打起来了。我去，动静这么大，黑蜘蛛发飙了。黑蜘蛛是要用强啊，这人。楚哥不会受伤吧？受伤？正直小子有毛病吧？啊，那活那么轻松，每天过得跟活神仙似的，还不知足呢。不是，我跟你们讲，楚哥能这么干，肯定是因为跟那个明星唐果果在一起了，去当小太阳去了呗。知道什么？你知道？人家两个人在这欲擒故纵呢。你想呀，刚从三亚回来，能真的辞职吗？做戏给你们看罢了。真死了个！我不是故意的哈。郑楚，我跟你说，你别拿花瓶来讹我啊！你签不签字我都得走，没有奖金我也得走。哼。是啊，有人高薪聘你当经理啊，你当然不在乎这点奖金了。你怎么知道的？没看出来，你那个小女朋友对你用情至深，连工作都给你找好了。你什么意思啊？不明白啊？去问你那个小女朋友。行，我的事儿你别管。你的事儿我也懒得管。昨天晚上这狒狒和苏总啊刚约完会，今天就跟郑楚开小灶。你说这个人胃口真不小呢。狒狒真和苏总在一起了？我的天哪，能让狒狒开荤，这手段非凡呐！你以为人家爬到这个位置，人家是吃素的？我看这郑楚迟早被拿下。哎，你真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为了上位不择手段？我怎么了我？我不敢去。你入职公司5年呢，公司培养你一共花了20.64万多块钱，刨去试用期、轮岗期，你也就为公司盈利1年。怎么，工作还没做完就想拍拍屁股走人呢？公司成本怎么算？哎呦我天哪！要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辞职了，我还得往公司搭钱呗？郑楚，我没时间每天处理你这点破事儿。公司让你来当体验师，不是让你来制造矛盾的。你看看，
大家都盯着我们部门呢。你现在拍拍屁股走人，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有责任感吗？我看只是表面功夫吧。我来公司这么些年，我就没觉得我们公司尊重我们旅游体验师。好，你要尊重是吧？那我给你尊重。你现在去把我们所有合作的酒店全都整理出来，不合格的都筛选出来。筛选出来又怎么样？你认为不合格的，我们就不合作了。好，这话是你说的，我让你最后一次压榨我的廉价劳动力。花瓶我赔给你的。不用了，算是我个人培养你的成本。大气。正处。今天开会呢，主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关于正处的事情。下个月三亚举办全国房产高峰论坛，到时候会有很多重量级的嘉宾参加，这个 case 会产生大量的旅游需求。C Trip 那边已经说了，我们必须拿下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公司被收购以来的第一杆子，非常重要。所以我决定由正处来负责。有问题吗？正处，你有问题吗？没有。还是你们有问题？那就好，今天大家辛苦一下。正处，你带着大家加个班，工作做完再走。明天把初步方案交给我。好了，散会。正处啊，你怎么回事？你不是要辞职吗？有些人为了上位，不管别人死活。你没关系，我们有关系啊！真是的，纸巾都准备好了，你又不走。平常这个点儿都帮隔壁邻居接孩子了，你干嘛呀？在这耗着？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隔壁老王是吧？你干嘛呀？要地位认亲啊？逆子，赶紧加班去吧，把你养活这么大容易吗？行，一会儿我就给你买块地啊。你说这孩子不接多危险呀，是不是？哎，不是，到底什么情况啊？你不会真的被黑蜘蛛给缠上了吧？我也蒙着呢。行吧，你先蒙着，我先走了。进来。什么事儿？方案做好了。这么快？嗯哼。好吧，我一会儿看。还一会儿看呢，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楼下一会儿锁门了。几点了？11点多了。跟保安说，帮我留门。那你坐电梯去地库的时候小心点啊。什么小心点？上个礼拜其他公司有一个女职员值夜班，差不多就到这个时候吧，结果在地库里被人劫财又劫色。好了，不说这个了啊，拜拜。哎，那个，正好，我工作刚结束，一起吧。啊，好。帮我把电脑。干嘛呀？搭个顺风车。你早上骑车穿越车海的时候，不是挺嚣张的吗？有本事自己骑回去。有车不坐非君子，我就当是你给我的加班福利了。
不来，我说那么好心叫我一起走。这叫资源共享啊！麻烦把会箱打开吧。哎，你怎么会想到把房子租到我们那儿啊？我喜欢那儿的风格呀。最重要是我怀旧，不过不是租的，是买的。可我听说那房东只租不卖啊。这世上只要价钱合适了，什么都好商量。到时候你啊，那儿房价一点都不低。我说嘛，我领你去一家吧，上海滩老字号，走着。真的假的呀？你这么能吃醋啊？啊，我就是爱吃醋啊，管那么多干嘛？海鲜汤里加那么多醋能好吃吗？你试试呀，那我给你加点。哎呀，你在这干嘛呀你？认识啊？啊，我来拿点东西。我看你们不在，我就自己开门进去了。哦。啊，对了，那个钥匙给你放桌上了。好。那个你们聊，我先进去了。哎，郑楚啊，感情纠纷呢，在家里处理好，千万别影响工作。我帮你拿吧。新女朋友啊？哦，不是，他是我上司。嚯，女强人啊，跳跳。哎，其实你挺适合这种御姐、女王范儿的，真的。我再说一遍，他是我上司。公姐是什么呀？哎呦，我跟你老实说吧，其实之前吧，我对你挺愧疚的。但现在看你这样，我就放心了。祝你们幸福啊！走吧。看来你真的不了解我。我怎么会喜欢这种女人？再见。再见。我是哪种女人啊？您没回屋啊？别转移话题，我问你呢，我是哪种女人？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刚才他行了，你跟我说别解释了。郑楚，
作为上司呢，我不想干涉下属的私生活，但是作为朋友，我要提醒你一句：这女人不是年终奖，越多越好。你说刚才吧，幸好是我看见了，万一被你那些小女朋友看见，你说是吧？自爱。喂，果果，什么事啊？哥，我上次不跟你说过了吗？今晚我开庆祝酒会啊。你不早说，我差点忘了。好，下班再过去吧。啊，好了。叔叔，你到哪儿了？马上要开始了啊！我快到了，估计还有5分钟。好，那我等你啊。果果，什么大事？急着要我过来？哥，今天我要跟郑楚表白，你这当哥的怎么能不在呢？不要再闹了。郑楚要是生气的话，你自己承担后果。你放心好了，他一定会感动到哭的。糖果，糖果过，哎呦，你快一点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聊天呢？啊！哎，哥哥好。啊，哥哥等我啊！谢谢。我们来个大合影吧，好不好？好。来，1、2、3，谢谢大家。今天我很开心，你们能来到这儿。接下来，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糖果过，干什么？过来干嘛你？过一会儿呢，会有一个在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男人来到这个舞台上。Hello， 大家好，我叫 Tony， 我是果果的经纪人。大家也看到了，我的经纪人怎么也不让我说，但是我认为呢，从我出道到现在，是你们一直陪伴着我，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重要时刻，我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见证。加油，果果！加油，果果！加油！糖果果，我真的服了你了，知道吗？我Tony是你的经纪人，来，你先出去，先出去。糖果，我告诉你啊，我是你的经纪人，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跟我说一声，你让我很被动，你知不知道？糖果，你给我坐下，告诉我，这个很重要的人是谁，在哪儿，他干什么的？哎，苏总你好。改天行不行啊？我晚上有点事儿。你和齐商的吴总在一块儿。那行吧，我这就过来了。果果，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公司临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我晚上不能来参加了，抱歉。手机给我，我问问他。对，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来以后第一时间找我，好吗？我要给他上一个 training， 告诉他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这个事情很严重。哎呀，天哪！不好意思啊，这天的事情太……今天公司临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会，那么有经验，我晚上不能来参加了，抱歉。还有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俩的关系，他是你很重要的人，但是绝对不能是那种男女朋友的关系，那是什么关系？等一会儿他来了以后，我们就说，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不来了。啊？他不来了？什么叫他不来了？什么叫他不来了？你问清楚他，什么叫他不来了？
郑楚要是来了才奇怪呢。对呀，太奇怪了，门口那么多粉丝呢，不是你明目张胆的就说他不来了，那这个事情怎么收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凶我呀？我也不想这样嘛。如果你要是能把郑楚找来的话，那我以后都听你的，行不行？唐果果，我早就说了，让你别闹了，你就是不听。没事啊，我帮你想办法啊。你哥哥不是也在？果果，有办法了。这么快？就这么快。你哥哥应该也是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我怎么能上去？哎，哥，这个时候你不上，什么时候上啊？哥，唐尼说的没错，如果你不救我，就没有人再救我了，今天我的脸面就丢尽了。哥，求你了！哎呀，够了！你还有什么面子？谁让你每次做事都不考虑后果？我这次不可能会帮你，自己想办法。哥！是不是你亲哥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你不会是借来的吧？好了，不管他。好，当下当务之急，发一条朋友圈，问一下离你最近的亲戚在哪里，让他过来救个场。你出去吧。你干嘛出去？换身衣服行不行啊？唐果果，你要跑？我没有，换衣服。啊，小王，哎，怎么了？过来，陪果果换一个衣服。好。